最近新鴻基喺荃灣有一個新盤準備會開賣，所以多咗好多人問我荃灣好唔好住啊？我會定位荃灣係西面晚嘅將軍澳啊，因為佢同將軍澳一樣，雖然係新界地址，但有市區嘅交通方便啊。將軍澳就出咗名近港島嘅，由調景嶺去鰂魚涌都係2個地鐵站啫，而荃灣又係好近市區嘅，由荃灣西去美孚只係1個站啫。去高鐵一定比你想象中近啊，只係3個站啫。咩概念呢？即係同何文田去高鐵嘅站數係一樣嘅。不過將軍澳只係純住宅區，冇任何寫字樓元素嘅，而荃灣就有好多新落成嘅新式寫字樓。概念同觀塘好相似嘅。一樣係好多舊式嘅工業大廈重新翻新變成新商廈。如果喺午飯時間去到呢2個地方，你會見到喺餐廳排隊嘅好多都係嗰啲寫字樓翻工嘅朋友啊。而喺地區設計上方面，佢又好似日出康城嘅噃。地鐵、商場、住宅都係由有蓋行人天橋接駁一齊嘅。啲人叫佢做天空之城嘅。你而家無論喺荃灣西站或者荃灣站，一出站就可以無縫連接超過20個商場。例如如心廣場、全新天地、愉景新城等等。而翻屋企係唔需要日曬雨淋嘅。就算去楊屋道街市買餸，都係天橋接駁嘅。而最重要嘅當然係戰略價值啦。佢係新界西同西九龍嘅分水嶺。可以食到2家茶禮啊！由荃灣西坐4個站就可以去到市中心尖沙咀啦，而坐1個站就可以去到北都會嘅核心。因為錦上路站係北環線嘅起點，而終點站就係2027年通車嘅古洞。途經嘅新田站同牛潭尾站就係科技城同大學城發展嘅地區。所以未來會有大量住屋需求啊！想深入了解盈進呢個盤，你而家可以打開影片下邊嘅資訊欄，撳 WhatsApp 嘅連結聯絡我。